由上主的台灣萬有錄內底是有寫到中部的食物麻印，最近嘛當到時，麻印攏會加番薯做伙煮哦，食起來是咕溜咕溜，閣有淡薄口感，是真有古早味。人客一個接一個來，攏是要來杯一碗麻芛湯。逐年5月到8月是麻芛大出的時陣，加入番薯、魚脯等等的配料，食起來咕溜咕溜，閣有淡薄口感。這位中部人特有、時間限定的點心，嘛佇小連線得到國際文學獎肯定的台灣萬有錄這本冊出現過，是袂少人介意的古早味。這麻芛食得對身體袂歹，古早味的啊，算少啊。是12倍哦。開始做就來買啊！我足濟看這本冊的朋友啊，四界走找講這本冊內底寫的迄台灣傳統的小食，其中這麻芛就是即馬當着時的熱天的時陣食了上退火。賣麻芛湯的店頭講，處理麻芛真夠工，就愛一葉仔一葉，甲葉仔洗過，然後甲麻芛的苦味拿出來，才落去煮湯。這陣已經愈來愈少人咧賣咯。這哦，煮這愛揀啦，工真濟啦，這互咱一擺就揀點外鐘安尼，啊，足夠工啊，真無用啊！這為少年人無愛做這行業，趁少錢啊，工真濟。過去台灣佇日本時代種真濟黃麻，要摕來做麻布袋啊、加麻臊啊，農民都甲用無着麻的葉啊摕來煮湯，嘛因為是取幼葉，所以就號做麻芛。這兩字是安尼麻芛，這個芛吼，就是迄種咱的樹啊啦，也是所謂植物吼，伊上游的迄個發芽發起來迄個芽，所以麻芛佇個遮，這個芛吼有幼葉的意思，啊嘛有迄個發芽迄個芽的意思。過去的麻仔產業發展出台灣特有的食食麻芛湯，嘛因為煮麻芛湯真夠工，做的人愈來愈少。這陣因為台灣萬有錄這本冊，互這味古早味閣再引起討論，嘛互大家重新熟悉台灣在地的食食文化。記者楊淑晴，中華報道。